根据教育部甲人本基金会统计，为民国100年开始，每一年有40到50个色狼老师因为卡到性骚扰甚至是性侵害去互改聘，至少有300个无责任的老师互赶出着校园。今仔日的专题，咱就来看，互色狼老师伤害的女学生，因的人生留下外深的伤痕。 用手从大腿的下方往上摸到就是有点熟悉部那个地方，直到后面他就是会开始打我屁股。以前的学校的那个2楼那边会有一个地方是没有摄影机的，然后会把我带去上面跟我聊天。是心人互因唔敢讲。只要是帮我们说话的老师，就会被大家抨击，被大家讨厌，然后就会觉得都是学生的错，是学生不检点。 伊是小姐受起着高二不堪回首的经验后甜，出名女中老师风波过东外，学生毕业老师终身改聘，不过心内阴影敢无法度去除。他有点像是想要包养我的情况，就是他有时候会给我钱，然后要我去买东西之类的。跟我说就是跟我好之后，就是可以给我什么特殊市长奖啊，就是学校一些特权他都会给我。 权力关系真复杂，就惊讲反抗会影响学业。小姐选择一再吞忍，不过愈积愈侪伤害在无形中产生影响。这件事情其实影响到我大学，就是我的大学其实不是很想要跟其他人交集，然后其实我有点怕男生，对于男老师会有一条非常大的界限，就是男老师想要跟我讲什么的时候，我就会退离好几步。 互人凊心的是，代志发生后，校方第一时间敢若记大过的处分，老师说来称育婴假、撇风头，学生忍无可忍，大声喊出来。市政到哪里，他的惩处就到哪里。人的心声总算被听到，教育局重新调查，才发现讲受害女学生至少有8人。 教育界黑暗的角落，到底要偌济像这款不良的老师？心态要先正确，你做事就会正确。那你那样做才不会被人家误会，然后有那个发展方向。那也不是什么女学生主动的问题，而是你本来心态就不正，所以你会想办法塑造一个情境。 暑假团队授业解学业，不过唔知什么时阵补习班也是学校煞为笔尖上的战场变成争场的温床，甚至变成老师拍赖的所在。补教老师吴万成真有感觉。是有听过类似的事啊，等于是假借个人辅导或什么的时候，那可能就只在一个封闭的一个空间，可能只有2个人。对，那其实这个感觉，我觉得不是。 利用师生相对下的关系，真够好女学生着调。老师有什款的手法，做伙来看卖。没有必要在一个什么一个房间里面关起来或干嘛，我觉得那都是有问题。你的心态是有问题的话，那在这种比较脆弱的时候，你再加一些我们讲催眠性的字眼好了，或者说一些安抚性的字眼，那可能你自己有你的目的在，那我觉得那问题就很大。 会问你说，就是我跟前男友关系不好的时候，会说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或者是就是如果我年轻一点我一定会喜欢你这样子型的。其实我常跟学员很像朋友一样啊，有时候互掉下去，感觉也没什么大小之分啊，可是也不会往那个方向想，因为你本来就不是想往那去运作。 老师利用个人魅力，制造一个充满危机的爱情陷阱。所以讲，教育主管机关严禁师生恋，不过为民国100年起，因为性骚扰改聘的老师一年至少有40-50人，今嘛有超过300名老师被列为无责任教师的名单。高中一旦满16岁，在法律上面常常就是会发生，就是如果你被性侵了，那到了法院，常常法官就还要追问说你是否里头有你情我愿的部分。 被检视的会比起你16岁以下严苛很多，而且要成立案子并不容易。懵懂的青春甲升学压力，做老师的若无一支道德的手，法律又无法度保护被害人，那呢，浪水风波向行未停止。